原来是司机赶了回来，并告诉老何他的车子在前面，他们在那里汇合。可现在楼里全是人，他们只有从楼顶下去。看着离地面几十米的高度，老何开始扯起了电视的信号线。楼下的熊孩子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老何已经把线做成了安全绳，他将线的另一头绕在钢筋上，再套住自己腰间。这时楼下的司机也已就位，他让外交官跨出楼顶，自己再把线一点一点的往下放。可眼看外交官离地面越来越近，身后却突然射来了子弹，但他们并没有瞄准老何，因为活的人质才值钱。看着对方朝这边逐步逼近，老何别无选择。好在线的另一头系在老何腰上，才让他不至于被摔死。接着他没有犹豫，一路爬到高处，好让外交官离地面更近，直到司机能伸手够着，他拿钳子用力一夹。然而下一秒，但好在楼上有物品卡住，让老何又捡回了一条命。可他们刚一坐上车，路口又有人追了上来。在狭窄的街道里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。可对方除了人多势众，还有猛烈的火力压制。很快子弹就打到了轮胎，但同时老何一枪打中了路边的横幅，后面的人视线被横幅遮住，车队的队形被彻底打乱，上演了一次真正的飞车。然而他们好不容易甩掉一批人，另一批人又追了上来。他们全速驶入狭窄的巷道，更要命的是，巷道外是一段陡峭的楼梯，本就爆胎的车子再也无法承受，直接完全侧翻了过去。可没想到下面竟有人朝他们身后的追兵开枪，原来是领头赶来救了他们一命。从车里爬出来的老何惊魂未定，领头却走过来告诉他，他们刚刚收到了尾款，现在可以护送他们乘机回国了，但名额只有2个人。此时老何还不知道是谁交了尾款，但现在还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。老何看了眼旁边的司机，心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来到机场，司机刚走过安检，却发现